桃园有民众检举讲，伊伫咧路边看人放双手撬高链骑车，警方调查了后是开出罚单，上当是会当罚3万6，吊扣牌照半年。撬高链无特技放开双手骑，为技术爱拍追求刺激，改装汽车、闪配小链或者是撬高链特技，大部分民众拢感觉是真危险。就是危险嘛，就万一撞到人的话，不要把生命当作开玩笑，一摔倒车祸肇事就很麻烦。用的不好可能会那个雷惨，然后有可能会波及到旁边的那个人或车。桃园警察局表示，伫车路放开双手，前链翘起来，用后链咧骑，或者是拄到毋是常常发生的状况，伫车道当中暂停灯、骑车违规，拢是常常看到的危险驾驶情形。分局统计，根据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，各罚的危险驾驶行为，包含超速40公里，113年度各罚581件，114年度1到3月131件，总共是712件。警方经详实审核后，依照道交条例第43条告发，最高将处以新台币36000元罚款，加计违规点数3点，吊扣牌照6个月。针对危险和危害交通秩序的驾驶行为，警方表示会重罚，除了严罚大票6000到3万6，吊扣牌照半年以外，也提醒严重甚至可能触犯刑法第185条的公共危险罪。若无细致调处，互人受伤，也可能牵涉刑法顶悬的过失伤害罪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